我从你现在的回答，还是感觉有点不太相信，你的那种。他是为巨蛋而生的，就巨蛋打最好就是他的。为巨蛋而生的男人就是你，看教练这么样的肯定，就冠军3连胜。对。哦，教练当下是怎么样去下这个战术的？真的非常的戏剧性。因为我们在不论每一次的暂停或者是讨论休息室的讨论，我们都会跟学生互会意见。然后当下也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不发前场球会选择发后场？因为我跟他说，我相信球员，球员相信我。再来，我们平时的走位跟模拟的东西，我们都把它做到。不管是谁一下来，像当下的暂停，我就跟大家讲，当英雄的机会来了。当英雄的机会来了，我们要把握这次当英雄的机会。打延长赛，我们一定还是会赢球。告诉自己，不要再多那5分钟。没错，所以现在先发5人都是互相相信的信任的状态，才会有今天这么棒的一个成果。当然了，如果没有助攻王张东庭穿针引线的表现的话，泰山高中很难在关键时刻可以拿下那个场面哈。所以经过这个学年度，东庭啊，听说很多媒体朋友们以及包括教练都对你是家贫如潮，觉得你冷静了许多。你觉得这个学年度你的收获是如何呢？就是可能自己更愿意去分享球，然后让进攻点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就是省下自己进攻的体力，然后拿去做防守，然后用防守来带动那个进攻。因为你是比赛场上的指挥官嘛，教练他有没有在跟其他人沟通过程当中，觉得哪一个部分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呢？其实我用跟他举例的说明，我们是一条战舰，但你是一个驾驶员。当如果你连你都晕船，我们这条船就不知道开到哪里。所以说，你这个驾驶员要很清楚我们的航道在哪里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。东庭啊，不过听说好像是其他的队友在控制你的情况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驾驶员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有5个驾驶员。5个驾驶员就是一条心就对了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因为我其实爆冲的时候比较多。爆冲的时候比较多是吧？其他有没有点头如捣蒜的情况？佑轩刚刚默默点头，你知道这学弟比较紧张一点。学弟比较紧张一点。他是战斗。他是战斗，对。第一部分，赶快来访问一下我们的 MVP 冠军赛 MVP 拿下了23分的红卫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第4节的那一场比赛，第4节的时候从落后到逆转，那个时候的心情转折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？就在那时候落后的时候，就大家都就觉得我们不可能赢那场，就大家都不太看好那个时候。对啊，就我们最后只能相信这个团队，然后相信队友，然后就坚持不要放弃，然后因为我们这些高三球员也甚至会是帮这拿到这个冠军，对，然后也帮学长拿到这个冠军，所以在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就很兴奋、很激动，对，然后就不可以相信，就很那个不相信我们真的做到了，这样。我从你现在的回答，还是感觉有点不太相信，你的那种。他是为巨蛋而生的，就巨蛋打最好就是他的。为巨蛋而生的男人就是你，看教练这么样的肯定。就有冠军3连胜。他说只有冠军赛那一场。去年2场也是破20几分。对啊，你要肯定自己，有信心一点，是不是？对。不过真的是很多观众说看你的比赛，尤其是看泰山高中比赛，真的是练心脏，很像在洗3温暖一样的心情。可是呢，我们就会想到说，在4强赛帮大家练心脏的那一位，来陈刚来帮我们回想一下啊，当下投进那一球的心情到底是如何？我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。但是因为在最后一波的时候，在进攻的时候，我也是最后队友为我制造出空档，然后也愿意把这个球交给我，我就是把这个球把握住了。有没有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话？已经经过2天了。很感谢当天的我，非常有信心把这个球投进。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经过了2天时间的沉淀了，有没有在吃饭、睡觉或是走路有发生就是在傻笑的情况呢？经过礼拜日打完之后，我们沉淀了几天，到今天的心情还是没办法平复，因为真的很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做到了。这几年来，我们不论是学校的努力还是球员的努力，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：只要坚持，我们就有机会，不要放弃。听说睡也睡不好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到现在还是睡不太着。就旁边躺下就呵呵还在笑，是这样子吗？有点不小心的惊动了一下。我不小心惊动了一下。OK，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4强赛跟冠军赛的这比赛过程当中，其实让大家心脏看都要挺痛的，你知道吧？
对，就是非常的压力爆棚的感觉。你在现场一定是感受更加的深刻。不过呢，这个全年度到底是为球队以及包括你自己本人做了哪些的改变，才有办法可以尝到这个甜美的果实？在这个赛季，我们一开始的课题，我一直都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心理层面要更加的坚定、跟韧性、跟坚强。努力到最后面，只有40分钟响的那一声才算是赢家。所以说，只要坚持就有机会。这一块你也是等了10年嘛？对。我们记得103全年度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起在现场见证了那一刻。没错。哎，我那时候下了大注，赌你赢。不过这一刻终于等到了，终于等到了拿下冠军的当下，最想要感谢的人是谁？我最想感谢的是我们的学校校长跟我们的家人，再来就是一直支持我们的艾迪达。我们今天校长也有来到现场，是不是请校长也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呢？欢迎校长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谢谢。接着呢，我就要